第33章第1節。雅各舉目看見以掃來，閣有400人甲伊來，伊就將遐囡仔分開，交予利亞，交予拉結，交予2個女婢，將女婢甲因的囝排佇頭前，利亞甲伊的囝排佇後面，拉結甲約瑟排佇路尾，伊本身佇因的頭前過去，連7擺拍佇地裡，才挖滾伊的兄。以掃走來迎接伊，將伊抱地，閣攬伊的頷頸，親伊，2人就啼哭。以掃舉目看見婦人人甲囡仔，就講：這個甲你同行的是之水。雅各講：這個囡仔是上帝施恩予你的奴僕的。對迄點，2個女婢甲因的囡仔進前來拜。利亞甲伊的囡仔也進前來拜，路尾約瑟甲拉結也進前來拜。以掃講：我所拄着規群的精神，你是甚麼意思？雅各講：是要佇我的主的面前得到恩典。以掃講：小弟啊，我的已經到野，你的猶原歸你。第10節，雅各講：無安尼。我若佇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求你對我的手收我的禮物，因為我見到你的面，親像見到上帝的面。你也接納我，求你收我帶來予你的禮物，因為上帝恩典我，予我充足。逼伊，然後收。以掃講：咱起身來去，我做頭行。雅各對伊講：我的主。知這囡仔軟正，牛羊也拄仔生，若做一日趕，規群攏要死。求我的主佇奴僕的頭前行，我要照佇我面前規群精生的力量，也照囡仔的力量，慢慢進前，行到西珥，到我的主遐。以掃講：容允我將缀我的人，留幾個甲你做陣。雅各講：咪使安尼，佇我的主的面前得到恩典就好。迄日，以掃起身，照原路倒去西珥。雅各行到朔格，佇遐為本身起厝，為精生搭草寮，所以名迄所在做朔格。雅各對巴旦阿蘭倒來的時，平安到迦南地的示劍城。佇城的面前搭布邊，用100地銀對示劍的老爸合約的子孫買伊搭布邊迄塊地。第20節，佇遐起一座壇，甲伊號名叫以利以羅伊以色列。